機竟然揸下車食緊煙，仲要車住客。事件發生於2026年1月1號16點20分。我哋搭緊小巴113喺寶林北路附近，司機突然間揸下車食煙，仲未行晒成條線準備去入油，同對個客號戶咁樣講粗口，呢啲司機真係好唔應該啊！我哋去信運輸署截稿之前未有回覆，而家時間差唔多，再見。